以下會講解戶外高場攀石嘅比賽規則同計分方法。喺呢個項目入邊，我哋所有賽員嘅起點都係一樣嘅。賽員需要攀爬用黃色貼紙標示嘅指定路線，同時間腳係可以踩任何嘅石頭。喺比賽入邊就需要各位賽員爬到去最高，同埋用兩隻手捉住最後一嚿貼紙標示嘅石頭，就會代表完成啦。之後我哋裁判就會為賽員記錄返完成咗成條路線同埋用咗嘅時間。如果賽員喺中間嘅地方跌咗落嚟，我哋裁判就會計算最後手拎到嘅石頭分數同時間用咗嘅時間。如果手捉住咗冇貼紙標示嘅石頭，同時間用咗力拉去下一個石頭嘅話，裁判會即時請賽員落返地下，直接記錄賽員最後手捉到嘅石頭分數，並且會計算為完成比賽。每位賽員只會有一次嘗試機會，每次嘅攀爬限時為4分鐘。而家我哋去睇下小朋友嘅示範啦。咁呢位小朋友就未去到最高嘅位置啦，我哋裁判就會記錄返佢最後隻手去到邊一個位置，同時間會記錄返佢用咗幾耐嘅時間。如果當多過一個賽員出現同一樣嘅分數，我哋裁判就會睇返邊一位賽員用最短嘅時間完成，而贏得呢一項嘅比賽。我哋到時見。